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初1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咱台湾甲别地的旅游气泡旅行团今仔日总算出发咯，一行123人全部阴性，来访问的秘鲁总统惠恕仁也同齐回国。明仔载是清明年假，国道5号今仔日过道了后就开始塞车，南部景点亲像是垦丁小琉球也出现真侪游客。一团媒的创办人李铁英等7人受香港法院审判，原因是无经过香港政府允准就参加反送中运动的100万人大游行。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在今仔日增加6个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另外，伫咧新竹科学园区也传出讲有一个员工确诊了，是一位汉民科技员工。伊伫今年1月初对美国转来，却因为最近又要出国，就回去做采检，却检出阳性。目前相关的接触者有53人，其中48人检出阴性。境外移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初一阁增加6例，是为巴拉圭、爱尔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菲律宾甲印尼入境，这些人拢有登记前3天内检验阴性的报告。其中一个是巴拉圭籍20多岁的男性，初5入境了后集中检疫，伫这个期间2届做采检，结果拢是阴性。29因为要回去学校读册，所以自费做采检，今仔日确诊。这一例看起来应该是在国外感染多时哦。新竹科学园区嘛出现头一个确诊病例，汉民科技设备厂公开说明，31公布的暗号1026是台湾籍70多岁的男性，是汉民科技的员工。1月初3回来台湾，伫台湾的期间拢无症状，2个多月了后，因为要出国，所以自费做采检。内部的员工听到这个消息了后，拢讲加减表示烦恼。不过指挥中心认为讲，唔免伤过头操烦。会怀疑有没有本土的感染的可能性啊，因为毕竟时隔2个月，在自己采检的过程中才发现。48位的接触者，我们都已经采检完 ，PCR 是阴性啊，那血清的抗体也都是阴性，目前是没有看到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有可能是在国外感染。汉民科技表示，30已经通知员工伫厝内上班，迄天已经完成厂区的消毒，还佫有接触史的调查，过等天恢复正常运作。也若可能爱居家隔离的人，拢是汉民科技内部研发，还佫有内勤人员，毋是第一线接触客户的人。也若居家隔离甲自主健康管理的员工，期满了后，就要附 PCR 阴性的报告，经过审核通过了后，才会当入去厂区。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甲别地的旅游气泡旅行团，今下晡总算是出发咯。因为讲上林飞机进前就要进行核酸检测，一寡要去的旅客就早早来到机场做采检。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也公布100多人的检疫结果，全部拢是阴性的。这座飞机班唔但有咱的旅客，要来台湾访问的秘鲁总统惠恕仁，一起做伙登到秘鲁。期待很开心啊！终于可以出国了。真欢喜提出阴性证明的报告。台湾别流互通旅游头一团的游客是真欢喜，因为规团拢总123个人核酸检测都是阴性，会当安心出国旅游。每一波的旅行团规团的人拢做一了，即马个会结合排队来到家准备带美丽的做采检。头一团是采取严格防疫规定，规团都要做伙出入，而且下晡2点半的飞行机都要提早5点半钟，早起9点就去机场集合做新冠肺炎的采检。等结果出来进前，嘛甲一般的旅客同款，都要做区隔，袂当拍拍照。疫情迟早会结束，总是要有人先带头出来玩，尤其是在关键时刻，我们要支持台湾跟帛琉之间的旅游泡泡。有稍微犹豫一下，对，但是觉得说如果一路上有做好防疫，应该是没有问题了。伫出发进前，卫福部长陈时中嘛伫登机门，甲民众握手讲再会，希望大家一路顺风。我们采用是罗氏的机器，那每一次的检是1台机器，每次上是1支。然后总共准备了24台的机器。那每一次大概20分钟可以检验完毕。所以这经营这样的一个团的规模不是很大。上飞行机了后，穿规套隔离衫的空服员来回确诊乘客拢已经坐好，嘛拢有挂喙罨，也若穿拿小鞋子的秘鲁总统惠恕仁坐伫头前排的座位，甲互通旅游的头一团做伙登去秘鲁。飞行机伫下晡3点18分起飞。这个已经等待378天的旅游团，拢总有6间旅行社参加。除了一般的民众，也有成功病院医疗团甲媒体，做伙来体验后疫情时代的互通旅游。记者综合报道。
秘鲁总统惠恕仁结束访问台湾的行程，甲旅游气泡旅行团做伙登到秘鲁。就回日之前，伊也特别发表谈话，甚至是用手比一个爱心来强调咱台湾的爱甲热情，也希望讲两个国家会当继续来交流。We truly felt the love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比爱心的手势，即届互伊有好的印象。秘鲁总统惠恕仁结束这个行程，找伊下晡甲台湾秘鲁互通旅游头一团做伙坐飞轮机登去秘鲁。伊伫咧登机进前讲，即届行程有真侪收获，台湾甲秘鲁的关系是稳定嘛珍贵。It just goes to show how valuable and how strong our relationship is. So let me remove my mask so you can see me smiling. Because this flight and every passenger on it represent a step of moving forward. 惠恕仁总统甲喙暗暂时摕落来，爱大家看伊的笑容。伊讲，甲蔡总统见面了后，讲真侪强化台湾甲秘鲁关系的想法。蔡总统嘛同意协助秘鲁建立防疫追踪的机制，未来希望会当增加台湾甲秘鲁直头的航班。也若做专业甲养殖业，嘛会当多多交流。伊再去机场，坐免税品店买礼物，甲店员讲有笑是真亲切。非常谢谢帛琉总统的支持，他其实非常的亲民。他一共买了有3双的球鞋，还有一个行李箱，还有像是一些3C 的用品、一些耳机等等。惠恕仁总统有伫咧机场做 PCR 的采检，结果是阴性。伊强调讲，这班飞轮机是行向未来勇敢的一步。飞轮机嘛伫下晡3点18分顺利起飞。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就是清明连假的头一天咯，今仔日车也渐渐开始变多。往宜兰的高速公路过道了后，石亭啊、平南啊，以及到宜兰头城部分路段，拢伫咧大塞车，可能要到真暗才会消透。另外，伫南部景点，亲像是垦丁小琉球啦，有真侪游客提早来到，就是要闪开塞车的困扰。对，今天提早到小琉球先住，刚好要回去扫墓啊，提前1天来。游客挂行李去屏东东港，准备要坐船去小琉球。连假都还未开始，屏东甲小琉球的航线，初一就出现袂少游客。高一间游览船的业者，一补就载1000人厝的旅客，而且还阁加开一班。我们明后2天的疏运哦，绝对是现场的需要，就机动的加班，一直加开到疏运旅客完毕为止。那么预计的话，以往的经验，会有3-4千人。接下来，屏东垦丁要举办3天的台湾祭演唱会，恒春半岛按算会约110万的游客。虽然目前的路况还算顺，不过警方提醒民众，若要行台一线滨高公路等的路段，上好时间较袂塞车的时段。也若国道的部分，有一寡民众惊连假塞车，所以提早伫咧初一出门，煞颠倒地属国道5号路南的方向过道就开始塞车。南向的石碇那个路段也就有车速比较低的状况，那预计这个状况可能会持续到今天的夜间，因为下班后还是会有一些民众想要在利用今天晚上的时间提早前往东部。国公局表示，今年清明连假的车流量会比往年较济，休困的头一天甲第二天，西部国道路南的方向，建议下晡1点了后才出发；也若国道5号，建议下晡5点了后才出门会较顺。也若塞车的时间，嘛是平常时的3倍至7倍。高速公路嘛连续4天做高承载的管制，提醒民众出门进前，都要先确认路况。记者综合报道。或者是代替有史以来上届水的区间车 EMU900，今仔日正式营运咯。总统蔡英文出席典礼的时阵也讲 ，EMU900 通勤电联车加 EMU3000 电车到咧营运了后，代替的运输能量会搁再提悬。代替表示讲 ，EMU900 当总有520台，伫2年内就会全部交车。被叫做史上上水的区间车 EMU900型空调通勤电联车，4月7日正式首航，吸引袂少大人囡仔拢来坐。青色的腰身、特色的脚踏车架啊 ，LED 电火随着环境自动调节，也个体谅有些人的胃，这拢是第6代通勤电联车 EMU900的真侪亮点，甚至也个有保障的车厢。代替开253.4亿买510台新的区间车，去年10月24交车第一批2日，总共20台原本春节进前会导致北部营运，不过当参数设定有问题，技术人员也因为疫情无法度来台，被迫延后上路。
今年的3月19号，我们邀请了包括中华民国脊椎损伤者联合会，还有我们自行车新文化基金会等，一共有11个团体先去试乘，那也听取他们的意见。那大家对这样的试乘经验都非常的很多的好评。这是我们的这个不锈钢的这个是。总统蔡英文出席首航典礼，佮致辞。伊表示 ，EMU900为台湾铁路历史起点佳人出发，真有意义。佮加上 EMU3000城际电车也要交车，多少导致营运了后，无论是都会通勤，也是跨县市交通，运输能量拢会佮提悬。未来北台湾的都会生活圈的通勤将会更加的便利，既可以造福民众，也可以有助于我们节能减碳。代替表示，出年 EMU900 2年来拢会交车 ，EMU900 会伫测试正式投入营运，应增加4城运营，缓解东部买无票的情形。目前西北部到东部未来专台拢会走透透。记者综合报道。2019年，香港发生反送中运动，有9位民主派人士参与民阵发起的818百万人大游行，落尾说谎指控讲无经过允准就来集会。专案法院今仔日裁决，包含一团媒创办人李智英、不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民主党创党人李柱铭等7人罪名成立。自从香港也要推行香港国安法了后，中国就开始追捕民主派人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向国会提出报告，认定香港已经唔是有高度自治的所在，美国不应该搁再互香港有特殊的待遇啊。真侪位民主派人士伫大批民众甲团体的声援，尽力反映听庭确定来互因失望的结果。因为参与2019年民阵发起的818香港反送中游行，被指控组织甲参与无经过批准的游行。裁议法院裁决，包括一团媒创办人李智英、民主党创党人李条明、立法会前议员吴靄仪、牛国雄、李道仁、何秀兰、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等7人2项罪名拢成立。我哋行使我哋嘅憲法遊行嘅權利，尤其係我哋好多次根本警方禁制遊行本身就係違憲。互認定有罪名單，都得到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的香港民主之父李條明，受到香港社會甲國際關注。80多歲李條明半生投入民主運動，互香港看作上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之一，卻互中國官媒點名是何港亂港頭目，即馬因為參與反送中運動控案罪名。呢個可能性不嬲都認定咗㗎啦。咁我哋研究下睇下係咪上訴咯。OK。香港警察，抗議港警對示威者濫用暴力，加爭取5大訴求。民陣在2019年8月發起的維園遊行，超過100萬人上街，民主派人士認為，這擺的集會案件的審理結果，可能會讓未來港人的言論甲集會自由更加縮小。面對香港局勢，在中國自去年強推港版國安法，帶動咗大部民主派人士政治。全國人大常委會閣通過修訂香港選擇，民主空間一再限縮。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向國會提出報告，認定香港無閣有高度的自治，未當閣享有美國予的特殊待遇。We submitted the Hong Kong Policy Act report to Congress and certified for the second time that Hong Kong does not warrant differential treatment to the PRC under U.S. law because of the PRC and Hong Kong actions taken to dismantle Hong Kong's autonomy. 布林肯在報告中指出，中國繼續迫害香港自由民主，甚至是香港人民的政治參與權利。佢對離出延後的立法會選舉感覺憂心，呼籲中國愛遵守國際義務甲承諾，停止對香港民主法治的打壓。記者綜合報道。中國打人權是無所不至的。英國 BBC 近日宣布講，本地派駐中國記者沙蕊正是該派來台灣，目前也當咧台北隔離。沙蕊因為進前捌報道新疆人權受中國壓迫的新聞，所引起中國不滿。中國也批評 BBC 是在做假新聞。沙蕊表示講，中國對伊威脅是愈來愈大，所以必須要離開中國。但台灣的外交部甲總統府也攏對沙蕊表示歡迎，希望講來到台灣會當感受到自由加友善的環境。Do you think you have the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to thank for this victory?
捌伫蔡英文选调的记者会问问题。这个英国 BBC 驻中国记者沙蕊采访的经验真丰富，捌去过武汉甲新疆做采访。不过中国政府是真不满，批评 BBC 报道新疆人权去互压迫的新闻是无影无迹。中国月，佫甲 BBC 新闻的频道禁止播出。BBC 31表示，沙蕊已经改调派台湾，不过中国外交部却是讲，沙蕊毋但无消息做伊走，而且毋是正常出境，嘛无办理相关的手续。离境前也没有以任何的方式告知中方的相关部门，他是因何原因离境的。如果有证据表明他受到了威胁，他就应该报警，我们会保护他的安全。但是他跑什么呢？华春莹表示，听讲新疆有民众甲单位因为沙蕊的假新闻去受到损害，按算要甲伊起诉。伊即卖离开，代表啥已经真清楚。因若沙蕊是伫 BBC 的节目顶悬证实讲已经到台北，目前当伫咧居家隔离当中。伊表示，过去几啊个月以来，持续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甲威胁，认为若继续踮伫北京，伤过危险。就连伊离境的时阵，都公安对调调。BBC 的 John Sutherland 跟他的家人会充分感受这样子的一个友善、安全的一个环境，会感受很不一样，会充分的享受我们台湾的自由以及言论的自由。总统府发言人嘛透过 Twitter 用英语表达对沙蕊驻台湾欢迎的态度。外交部表示，台湾是民主甲有言论自由的环境。即卖已经有愈来愈侪原地派驻中国甲香港的外国媒体改派驻台湾，目前有72间外国媒体派驻伫咧台湾。2020年以来，就增加21间。外交部拢会甲因协助，互国际媒体感受到台湾友善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正伫台南发生地方一位角头大的去互枪杀的案件，今仔日死者也举办告别式，警方是唔敢带伊调派600名警察去到现场，来参加的人也全部要经过检查，落尾也甲98个未成年带回去调查，另外也查到6位通缉犯。警方伫个别小无远的所在设检查站分流人群，无经过盘查各地因内人袂当进入会场。来，我看一下。国道也有另外一批警力，游览车一台一台来到停车场，警方就缀咧每一台车拢清查。另外一边上关点也有警员提名，霹雳组也设戒备，缉毒犬也出动。我们部署的警力大概有600名，主要是在逐一的盘查记录到本分区辖区的这些组织分子。现场是今年2月洪庆杀的地方角头告别式会场，当时台南小连续发生重大治安事件，和案件所属警局的正副分局长，还有侦查队长拢互调职。这场告别式地方帮派动员3000多人来参加，特惊发生意外，警察局长洪敬玲亲自指挥，警方盘查3300人了后，查获6名通缉犯，甲98名未成年。是为了维护台南市的治安，防止黑道帮派在我们这边发生聚众斗殴或者任何的不法情事。第二点也是为了要维护死者商家办治丧活动的安全。警方表示，这寡未成年爱先调录资料了后，才会当由爸母还是监护人带倒转去。资料也会予市府所设的少年辅导委员会列管辅导，佮请教育单位介入。获调者将面临6到60万的罚款，佮公布伊的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婚林的蒜头，目前是当要采收，却因为无雨水，产量是大大减少，而且进前做种的蒜头大起，也有欠工的问题，真侪农民拢话讲会了钱。另外，伫南投鹿谷的春夏地也因为欠水，产量也减少3成。婚姻关蒜头即马进入采收期，毋过因为今年雨水伤过少，互今年产量比以前较少，加上旧年蒜种起价每台斤至少200块，也互种的成本增加袂少，农民拢话实在是算袂好。下雨的时阵爱有40块啦，至少爱40块啦吼。啊，即马拢无。啊，即马无啊，即马一斤这像这安尼卖30吧。当本啦。一份地就爱带要4、5万。改到迄阵啊种吼，这蒜头一斤200外哩啊。蒜种吼？蒜种贵啊。按袂好啊。婚姻关蒜头产量甲种的面积占全国9成以上，毋过因为欠水，蒜头未大。目前无拍价介绍每台斤无到40，农民表示每台斤平均爱50块才算会好。无落雨也互南投地区地叶产量降低，可能鹿谷地区春地都减3成。今年的雨水
真的是很不充足哈。那所以说今年的茶叶它的生长，比如说它去年度是可能它的萌芽率是100的话，可能今年的萌芽率就剩下70而已。假设有茶叶受到旱灾的损失，那就请农友赶快到公所去查报灾情，那公所会把灾损的情形汇报给县市政府。陆国农会表示，南投县种地树的面积差不多7000公顷，是全台第一。敢若是陆国乡地园就有1000公顷，不过今年春地虽然减产，不过价钱无起价，主要是因为地叶有一定的行情，免凊彩起价，地农损失恐惊未少。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花莲的海域，最近直接出现大型的鲨鱼，亲像是豆腐鲨，和尤其是看甲真欢喜。有人认为讲是禁止掠鲨鱼了后，生态保育有成果。不过也有钓客讲，鲨鱼拢会进蛙船啊，要讨食，可能是海里内面的食物变少啊，这也代表讲渔业资源当地欠缺的种精神。这是专门从事海上钓鱼的陈先生3月26日伫花莲海域所拄到的豆腐鲨，长12公尺，并无惊生分，一直维持渔船的4块肥，亲像是互钓鱼用的南极虾上来。碰到我们船尾就不走，第一个感觉就是他要来吃虾子，然后我们就是丢可能要给他们吃，吃完游走，然后又再回来，这样来来回回大概10几次。继长江3月27日，花莲小海洋船也伫同款的海域，拄到另外一只15公尺的豆腐鲨，也是我近船边乖乖互船顶的游客翕相，也毋过小海洋船规定袂使饲物件，所以豆腐鲨无偌久就离开。进补的动作之后，那其实它的数量可能因为友善环境的关系，数量越来越多，那数量开始做增加。可是它到底增加到什么样的数字，目前应该都没有人知道。也毋过也有钓客私下表示，豆腐鲨会讨食基本上是甲渔业资源枯竭有关系。鱼真歹钓，倒钓本数颠倒袂少。世界经济论坛就捌讲，2050年海中的本数会比鱼也较侪。其实，在海洋的环境来说，它的影响很多。海洋废弃物它就是影响，就是那渔业它可能也会有，所以它的成因是很多元的。动保团体表示，豆腐鲨天生爱挖近船食，所以渔民建议公鲨。菲律宾也有甲豆腐鲨共游的唱水活动，代表伊的个性真温和。因过提醒民众唔通饲，以免改变野生动物的习性。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咱新闻一开始来继续关心到全球疫苗上新的进展。罗西亚注册全球头一支会当予动物注的武汉肺炎疫苗，有机会伫这个月大量生产。另外 ，BNT 疫苗的研发公司表示，经过因的试验，12岁到15岁囡仔注因的疫苗了后，保护力有到100%。那讲到德国，因为这个 AZ 疫苗注了后，血管会塌掉的问题，暂停60岁以下民众卖注 AZ 疫苗。工作人员甲白色的水条抓咧，另外一个人上核准，甲注新冠疫苗。即嘛有动物咧做的新冠疫苗，这是俄罗斯正式注册全球头一个动物通啊做的新冠疫苗，叫做 CoronaVac，上紧这个月就有机会当大规模生产。Мы не прекращаем проводить тестирование 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сегодняшняя ситуация создания вакцины позволяет нам в любой момент приступить к этой процедуре, к вакцинации пушных зверей в зверохозяйствах в любой момент. 沙文科夫表示，这个对动物无败害的疫苗，为去年10月份就开始做临床试验，对象包括狗、猫、狐狸、甲水貂等等，接受测试的动物100%产生抗体，也若治疗后的免疫效果，至少会当当半年的时间。不过专家还佫伫咧持续分析详细的数据。另外，人类咧做的辉瑞 BNT 疫苗有好消息，美国辉瑞药厂甲德国 BioNTech 公司顶个月31发声明表示，根据实验显示，12岁到15岁的青少年注疫苗了后的保护力有100%。辉瑞执行长博尔拉讲，按算伫咧未来这几礼拜，争取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紧急授权，希望伫咧后一个学年开始进行，这青少年会当开始做。I definitely hope we get back to whatever we would call normal eventually soon, but we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to get all the vaccines out. 现在目前台湾已经开始做的 AZ 疫苗，虽然世界卫生组织甲欧盟药品管理局拢认为安全无问题，不过要受部分的国家因为考虑到血管会塌掉的问题，所以目前还无做。德国累计已经有31件注疫苗了后出现血管的案例，其中9个人死亡。因为安尼，当局30决定60岁以下的民众接停注 AZ 疫苗。若是真正要做，就要先问过医师，评估个人的风险。另外，南韩总理郑世均初一讲，会加入其他的国家推出新冠疫苗护照。
会伫即个月正式推出 App， 方便国际旅客证明家己已经有注疫苗。也若即个 App 嘛会使用区块链的技术来防止去互伪造的可能性。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美国总统拜登伫当地时间3月31宣布一项大票57条的基础建设计划，除了要更新国内交通设施以外，也要起50万座电动车的充电站。这项计划会当创造各100万个工作机会，也要对抗当要爬起来的中国。美国总统拜登伫宾州的工业重镇匹兹堡宣布重建美好未来的基础建设计划。有计开2条美金，相当57条台票，分作8年进行。And today, I return as your president to lay out the vision of how I believe we do that, rebuild the backbone of America. 基础建设计划除了包括修建桥梁、改善铁路甲公路等运输设施，也打算伫全国兴建50个电动车充电站。另外，部分经费将用伫改善家庭基础设施，像提升氢气水资源、更新电力设施、提升高速网络涵盖范围，补贴半导体产业的制造甲晶片研发。So largest American jobs investment since World War II. It will create millions of jobs. Good paying jobs will grow the economy, make us more competitive around the world, promote our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 and put us in a position to win the global competition with China. 会当讲是2战以来上大的投资，目标就是要超过中国。所有经费将由税收专家支付，所以政府也宣布要提悬企业税率，为目前的21%升悬到28%。一连串的改革有计会当使美国一年 GDP 额外增加0.5%。伫中美关系继续对立的情况，美国颁布的华为禁令还未解除。华为公司最近公布2020控财报，虽然整体中国市场表现强大，不过海外市场却大大衰退。敢若伫美洲收入就减少24.5%，欧洲甲中东地区衰退也超过12%，主要也是受到疫情，也阁有供应链无稳定的影响。去年由于这个我们受到的美国的这种不公平的制裁的影响，确实对我们的这个手机的业务是产生了不利的这个影响的。8个月前，华为才摕到全球手机市占率第1的宝座，不过伫美国施压，即卖已经拔出前3名以外。就算拜登就任了后，华为伫美国的处境并无得到改善。那制裁无法度解除，第2来华为伫海外经济活动就继续被打压。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缅甸军方发动政变到今已经满2个月啊！联合国估计去互军方态势的民众上报有521人。针对着缅甸军方的暴力行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伫闭门会议了后已经有共识啊，但是要用什么款的实际行动来对付呢？目前是一无清楚。缅甸第1大城强江市区即间购物商场，伫当地时间7日透早2点左右传出大火，目前也毋知清楚导火原因。不过伫军方政变满2个月，各地民众起来抗议的时刻传出火灾，显得更加敏感。时间等到当地31日时强江大批民众无惊军方镇压警告，继续行上街路抗议。不过，就是有老高的示威者，互军警逮捕，送上卡车带走。看到人翕到画面显示，身份不详的民众，互军警拖伫涂骹，向卡车刷动。画面这边的警员也不时用脚斩击回民众，行为非常的残暴。针对缅甸局势，联合国安理会31日进行闭门会议，听特使对缅甸状况的报告。It is not only abhorrent in terms of the killings, including of children, which I mentioned, but also the arbitrary detentions, the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pressure at the borders, the increased violence, all of those things. I think I can say the Council was united in its condemnation of what is going on. 不过，联合国会当采取安怎的行动，目前也无清楚。伫7日日时抗议中，有民众放火烧2008年办的宪法文件，来抗议军方伫2008年修宪中继续立着大权。美联社的报道指出，包括已经当选却因为军方夺权无法度行使职权的国会议员在内，未少反对派串联起来提出临时宪法草案。另外，访港禁的翁山书记31日头一摆甲律师进行视讯会议，讨论未来的司法审判等情势。律师指出，翁山书记看起来气色甲健康拢袂歹。公司新闻齐家珍编译。
泰国去年也因为这个雨水伤过少，因为水库也是大批批。为了要解决可发的问题，泰国政府打算伫中部、北部、东北部这3个地区进行抽地下水计划。虽然有人质疑讲，安尼引起自然环境的破坏。泰国上热季节是愈来愈近，却拄到严重的酷旱，水库水位上过低，根本无法度应付农业用水需求。自然资源甲环境部的地下水资源单位，这几礼拜派出地质学家加80多组工作团队，伫泰国中部、北部甲东北部3个地区设机器抽地下水。มันแรงจัดคล้ายๆว่าภาคอีสานนี่เป็นเมืองแรงต้นไม้ก็โค่นกันเยอะอะไรกันเยอะที่นี่ฝนจะเก็บน้ำต้นไม้จะอุ้มน้ำยังแทบไม่มีขุดบ่อก็พอเมษาหรือมีนาอย่างนี้น้ำแห้งหมดเลยครับถ้าเจาะบาดาลประมาณสัก10 กว่าเมตรโยกไม่ขึ้นเลยครับหมดอีกแล้วเห็นไหมถ้ามีน้ำมาช่วยกันโอ้คนจะกระตายแล้วเกิดใหม่ครับ东北部艺术通府乌将近937个地下井，设25个地下水站，以太阳能发电的抽水机甲大型水箱来接水。The amount of groundwater underneath Thailand has been tremendous. We have over 700 million litres of rainwater fall down on this kingdom per year, and about 10 to 15% of it is being trapped underneath us. So we still have a lot more to go,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taking every precaution to make sure that disasters like a sinkhole and all that will not happen to Thailand. 全球水资源欠缺情形下，伫某一个国家抽地下水是有争议的做法，烦恼成过挖苦地下资源，无去保护甲管理好地表水资源的工作。有的保育团体指出，伫大气的河面甲湿地抽地下水，对生态甲动植物会有严重影响，同时可能互含水层大气地下水下降，影响河流，造成咸水入侵，也佫造成地层下陷。受到曼谷附近的地区都安尼问题，水资源部门才开始伫全国推动地下水规范。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贸易代表处公布的2021年贸易总价评估报告，其中针对台湾的部分特别锁定3肉种猪肉的议题。报告表示，原产地标示以及着公布着3肉种残留温准值，是在暗示讲美国的3肉种猪肉甲其他的产品有安全的疑虑。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讲，进口的任何一项食品拢一定会标示产地，毋是针对美国。美国贸易代表处 USTR 每年4月进行拢公布贸易总额评估报告，因为台湾已经伫今年初开放含内济美猪甲30个月龄以上美牛，各界对 USTR 发布的这份贸易报告特别关注。不过，报告中煞表达，美国内地时代了后出现障碍，佮点出台湾原产地标示政策会无准确的暗示，美国内地有食安记录，尤其猪肉加工制造商照改变猪肉来源，都要标示来源国，这间接互厂商选择台湾猪，放弃美猪。美国不止向台湾提出对这项规范的忧虑，也透过 WHO 技术贸易壁垒委员会表达关切。进口的任何食品都一定会标示产地，并会针对美国。而这个做法，和当年马政府进口美牛也都是完全一样。报告中也指出，台湾对美国猪肉内济上大残留量用希达检测方法甲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odex 无共款，可能会互结果无够正确。美方会继续要求台湾采取 Codex 共齐标准。行政已经无谈判办公室澄清，一切依照国际贸易法，完全符合国际规范。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规定，而且这样的规定是符合国际规范的，这个我们是完全站得住脚。我们只是按时标记。如果说美国这么担心这件事情，那我们是不是就直接标含莱克多巴胺的这个猪肉？其实此地无银300两嘛。内地开放到即已经3个月，经贸办强调，针对内地相关处理细节，台美双方继续沟通，管道真顺利。也强调这是美方例行性年度报告，相关的讲法已经存在真侪年，政府会依照台湾国情向美方说明。记者综合报道。
中英海运的中速轮卡伫个苏伊士运河要到1礼拜时间，目前也已经甲汇准刷走接受调查。中英海运今仔日举办法人说明会，中英总经理谢惠全今仔日表示，中英海运是向日本租船的，中英敢若是负责运送，运送人有免责条款，而且也有保险公司伫个保险，中英的风险是真低。一开始的时候，很多媒体都讲长荣完了。赔不完，天价。事实上，因为我后来澄清以后，我们是一个租船人所以这事故的一个发生呢，是船东是主要是负责人呢。我们是只是对货物的部分，就算是有的话，也是透过保险所以我们的保险是非常非常低。中英海运表示，中英有其他12只货船也受到这件事件影响，也因为这件事件，各国的船只拢有因故，澳洲可能会出现港口上过甜的问题，连带影响到全球的货柜运用。另外，中速轮扩大的原因调查，可能要开1礼拜以上的时间。讲到咱台湾甲别流的旅游气泡，今仔日也出发咯。关岛的观光局也讲，已经有正式的公文和交通部观光局，最近会进行讨论关岛甲台湾旅游气泡的问题。而且关岛伫5月因境内有一半人口拢会注到武汉肺炎疫苗，是考虑到台湾疫情稳定，希望两个所在会当互相开放。海风轻轻啊吹，树影摇来摇去，远远望去，清清的水面，海底的生物看现现。关岛伫疫情了后，当积极准备要恢复观光，上阵过去上接去访问的亚洲3个国家，包括着台湾、日本甲韩国，积极来协谈旅游的专案。其中台湾因为疫情控制了上好，关岛观光局已经正式来批，希望讲来协谈细节。台湾的疫情的控制，还有台湾的这个旅游的数字就是我们的国人的旅游数字，跟过去的记录上面都表示热忱的欢迎，也当然被列为说的最优先考虑可以到关岛去造访跟旅游的这个国家之一。旅行业者表示，关岛除了自然风景，购物中心也真受游客欢迎。台湾游客伫疫情进前是关岛消费力上悬的国外客。过去由台湾出发的中介关岛团，团费差不多4万左右。未来仍做确定用旅游专案的形式。团进团出，佮加上采检这个模式操作，绩效一定会较起。到时阵都要看航空公司甲当地接待饭店所开的绩效。价格永远掌握在所谓的供应商手上，供应商就包含车公司、地接服务社、航空公司、住宿成本。所以这个一高下去，我们预估至少要在7、8万以上。有行业专家提醒，关岛也是有一寡疫情，而且岛上的居民状况比别流小可较复杂。那做台湾关岛旅游专案担心讲，相关的动线甲团体行程的规划，一定要更加谨慎。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标准检验局今日表示，这3年伫国内发生3件3岁以下幼囡仔无细力甲巴气球吞落去腹肚的案例。标准局也已经伫2019年甲巴气球列入去强制检验重点管理项目。不过，伫咧市面上依然有不合规定的巴气球，业界若准无限期来改善，上济会当罚到150万。一粒一粒细甲粒仔的吸酒叫巴克球，会使互囡仔去读壳也动手创作。不过，这个珠仔毋若细甲粒仔囝吸力伤强，比标准值的50毫高斯搁较悬。若无细腻食落腹，效果严重。很可能就会砸到黏膜，砸到不同的肠子，所以循环一缺乏，肠子就会烂。108年就10月1号就开始。列检，列为验尸检验项目。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和消基会2020年伫咧市面买15件有吸酒的七头米，其中巴克球有6件是列管进前的商品，因为吸力伤大，塑化剂超标，商品标示无清楚，无下消保法。其他4件有吸力的七头米，品质无下商品检验法，要限期改善，无就要回收。列检前的商品基本上它需要符合消费者保护法的规定。那如果说它不配合限期改正下架，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36条，我们是可以处以6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锾。那如果是列检后的商品，基本上它要符合我们商品检验法的法规，
我们是可以处以25万元到250万元之下的罚款。提醒家长提囡仔经7毫米，爱看制造商产地敢有详细的中文标示，也爱特别注意7毫米的使用年岁和警示，才会当互囡仔生了欢喜，也生了安全。记者民警夏桂林台北报道。教育部长潘文忠昨表示，已经甲领花旗奖学金的外国学生相关的申请入境计划以及防疫规范报称指挥中心目前正在核定。潘文忠也认为，讲休热期间是指定学生来到台湾上好的时机。境外生权利小组伫下晡也召几位花旗学生做伙来举行线定记者会。外国学生也讲，超过1年无法度来到台湾是真失望，伊也无法度理解讲写人先写人慢的规定，竟然是用奖学金来做判断。想要来台湾读华语，境外生为去年下半年开始，几啊届请愿，希望台湾赶紧开放入境，一直到今也是无互批准。美国学生 Lisa，2020年录取正大华语班，想要到要来台湾读华语，是要甲遮尔困难。Trying to enter the country and pursue my goals and pursue my dreams of studying Mandarin. I hope to use my Mandarin fluency to pursue higher education and eventually a career in a Mandarin-speaking country. 超过1年的时间无法度来台湾，1年的华语学生Dave真失望。伊讲原本回去1年处理代志尔，结果就无法度搁回来。即嘛已经经过4个学期，拢无法度读册。那5月份还未开放，未赴5月中通好注册。热天的这个学期，恐惊就乌有去。What I get is only false hope, and I have to skip term again and again. I am hoping I can enter Taiwan in May for quarantine purpose. 华语学生无法度来台湾，学生是减真济。伫大学华语文中心咧教册的老师，因为安尼互减薪水，嘛有袂少老师因为安尼互改聘，怎熊熊无收入。我之前任教的中心，到目前为止更是不认与我的雇佣关系，免去这个调整职务啊，或是发给资遣费与非自愿离职证明等等义务。那以上种种，在我身上都还不是第一例。教育部长潘文忠31讲，会优先互有领奖学金，拢总1400个华语学生入境，按算休热是上好的时机。不过，境外生活有小组质疑讲，安尼敢会甲学卫生入境的时间强绑，造成防疫的问题。高等教育产业工会认为讲，政府分配开放是正确的，不过若是以敢有奖学金来做开放的顺序，恐惊是违反行政法内底不当连接禁止原则，应该做检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同性婚姻伫台湾实行已经要2冬啊，不过同性的配偶目前敢若是会当收养配偶的亲生囝儿，配偶的囡仔若准是独身的时阵所领养的，另外一位配偶是无法度正做囡仔的家长。民间团体伫今仔宣布，会透过3对同性收养家庭来拍官司，争取因的权利。不要实质双亲被迫单亲，不要实质双亲被迫单亲，收养家庭不分异同。7/8号施行法伫2019年通过了后，同性伴侣会使结婚，但是司法件敢若会使收养配偶的亲生囡仔。若是配偶独身时收养的囡仔，另外一方并无法度伫法律上正做囡仔的家长。伊若出啥物代志，因为是用伊的名收养的名，甲我完全无关系。安尼到时阵，囡仔不只失去妈妈尔，连我都无法度继续甲伊照顾。民间团体7一宣布，要透过3对同志收养家庭来拍收养申请的诉讼，争取同志收养家庭的权利。那我们目前诉讼的这个策略就是说，我们希望从1审开始，那最终我们可以希望走到宪法法庭的宪法解释。我们希望大法官、宪法法庭能够针对748施行法的这些相关的规定有没有违反宪法或违反儿童权利公约，做出相关的解释。那当然，如果诉讼过程当中立法院已经修法成功了，我想也是非常大家乐见的结果。民间团体表示，目前同性伴侣无法度共同收养囡仔。不过，这个问题是较有诉讼目标，会使来行司法的程序。共同收养的问题，目前敢若会使透过立法的方式来拍拼。记者郭碧君、张随台北报道。明仔载就是清明连假咯，有真侪民众拢会准备润饼糕来拜祖先。伫咧台南的润饼糕，除了内面会当看到定看到的两素高丽菜、猪肉一寡配料以外，也有一个大头啊，为着要推销咱台湾在地往来，也将这个往来切开了，放入去润饼糕包入去，互民众有无同款的选择。
一张的润饼皮，佮加上两丝、高丽菜、肉等经典的配料，一个台南在地味的润饼就做好。清明年假就要来到，民众大部分拢会准备润饼来拜祖先来食。不过，随着传统润饼业者变少，今年润饼的买气嘛成长2成。个润饼皮伊搞的较好的润饼较好的有无去，旧年就袂安尼啊，因家己切爱家己搞。迄无你切的话，无人客人谈宜酒啊。有差多2成。包的当然没做啊。对。包的。啊，这个也是。就其实偶尔吃，你真的有时候就想要吃一下，就是应景嘛，涨一点点其实都可以接受。毛摊商是推出新口味，润饼皮是掺入去旺来，佮加上新菜、当季的水果甲旺来，清新的口感，互民众加一个选择。酸甜的新口感，旺来创新润饼，嘛互在地旺来加了一个新出路。今年熊因为中国它停止进口台湾的凤梨，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也是平常的时候就要让凤梨的销路能够畅旺。我们金钻凤梨坦白讲，甜度爆表，口味可以让它多元化。因为往来外销受阻，台南市府嘛配合推广，台南传统市场对4月到5月期间，嘛将会伫各公有市场办理一场往来促销的活动，用往来国家队的概念，专力行销在地的关庙往来。记者王正混大报道。年假唔知去倒，会当来到家己铺子行行看看咧。伫家己铺子的国际影展，最近伫铺子的水道头文创园区举办国际策展人高培华邀请14个国家，拢总有17出的影片来展览。民众会当透过上新的科技360度圆形播放形象影片，为了是真特别的经验。倒伫咧碰椅，目睭看到面头前圆顶的播放，当你放上360度的电影。家己园铺子水道头文创园区配合在地甲国外艺术家举办公定国际影展。科技的好处是很容易接触的，所以我是希望可以用科技是打开人的那个眼睛，那他可以去享受各种不同的艺术。觉得可能对艺术，等于是对美感跟艺术有兴趣的一个年轻朋友，应该会有一些吸引力在。这届影展为4月初1搬到初7，主办单位邀请14个国家17出360度的电影来遮放送，而且佫利用铺子配水塔来做活动艺术表演。迄个有阿里山呢，有外国的艺术家，拢伫遮汇合，然后办作盛大活动，而且是连续7日，日时到暗时。有时间会带小朋友来看，因为它里面好像有人数的限制，一次只可以20个人的，所以我就希望说。提早来带小朋友来看看人家不一样的新的东西。主办单位表示，这17出影片拢是运用360度摄影的设备所翕的，有艺术的内容，嘛有在地的故事，希望民众会当利用连续假期体验无同的艺术影展。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咱无法度决定生命的长度，唔多会当决定的是生命的宽度。有一位身心障碍艺术家，号做黄立安，伊人生当着车祸、失道感一寡不幸的代志。不过，伊投入画图，甲伊艰苦和心情画出来，透过画图来鼓舞人心。这部作品叫做《我没有拾到了，我无拾到啊》，是由身心障碍的艺术家黄立安。伫拾道感做手术了后，画自画像。这幅图是伊失去拾道、接受命运创治的心情，也为伊的生命经过做一个记录。就是拉到，因为食道切掉，才拉到胃，拉到食道这里，所以你会看到没有胃。那时候为了那个，因为要万死啊，所以我很痛苦啦。我都在家里画画，我的画画哈，就把那种痛苦的那个。就忘记了，因为我专注在我的画画当中。3岁就得小儿麻痹的黄立安，自细汉就咧学画图，不过一开始伊并无行艺术这条路。10多年前，伊因为车祸受伤，搁得拾道感，后来又搁失去头路，正实是无米兼论过。不过黄立安因安尼注心画图，创办台中身心障碍艺术发展协会，免费教画图来鼓励其他的患者。所以说，我现在在社会局，我在教那身心障碍者，我就很了解他们的需要。当我在画画看到他们这样的表现，我就会看到以前我就跟他一样，以前我是这样子啊，那你会更容易去跟他们
就是说会心灵相通啊。黄丽安的作品唔但鼓舞伊搁再向前，也鼓励其他拄长不幸的艰苦人。虽然春天无久长，总是阮也拍开心内的门，就会看见五彩的春光。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的潮州有一个真够收藏的人，自细汉就喜欢一寡古早物甲囡仔耍。这几冬伊退休了后，就甲因兜起一个古物博物馆，希望用这款的方式来行销故乡，也展现着古早物的价值。这个还是比较小型的。除了有早时的翕相机、饮料干仔、甲脚踏车，阁有各种的册包、留声机等等，甲伊收藏的老校典。自细汉就收集真侪古物甲囡仔耍，退休以后，伊转到潮州，甲徛家打造做一个古物博物馆，希望会当甲大家分享伊的收藏。对铜碗很有记忆，渐渐的把这里就开辟成一个是类似有古玩店、铜碗店、干妈店这种概念出来，这样。很多是古早的玩具啊，然后还有那个零食，非常的特别，而且那个留声机应该现在非常非常少见，就是可以来这边可以挖宝，我觉得是潮州一个很不错的亮点。老校店讲，希望透过分享的理念，和潮州会当有一个所在，通看见台湾在地文化甲特色，也提供一个平台，和一寡和伊同款的收藏家会当互相交流。刚好我又有对这个有兴趣。就把一些我们可能以前比较台湾纯粹的台湾的文化哦，放在这边让人家参观啊，甚至让人家来共享去玩啊，这样。这个特别的古物博物馆是在城人北，唔但吸引各地民众来参观探访，更有人会专工来点名，伫网络顶悬刊文分享。老校店也强调，伊会以爱分享的心情继续收藏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人会用台语来吟诗唱曲，也有一位创作歌手伫咧一段外进前开始学台文，伊毋但用台语来唱唐调的情诗，佮甲这首诗参现代台文合作伙，成做台语的流行歌曲。大记得那唱台语歌，28岁张庭依用台语文来创作。菊花巴山也有时，甲华语比起来，伊的迄款情绪的迄款表现，搁较侪。伊是迄款较，毋是迄款放出来。放大声哭迄款的，毋是，伊是较收伫咧内底迄款感觉。张庭依本身爱唱歌、爱创作，一当前开始学写台文字，嘛甲歌词来结合。伊伫去年参加汉光教育基金会举办的一项以古典诗词创作现代歌谣的比赛，几若位参赛者内底得到前10名的进士奖，嘛是唯一一个用台语创作的选手。讲的内容就敢若咱即马咧讲的远距离恋爱，是足辛苦，爱需要两个人真侪心力的交流，你才有法度滑落去的一个关系。抒情的风格，互人听起来感觉微微啊心酸。张庭依甲当条后期的诗人李尚稳的诗倒入去歌词内底，伊讲迄个时代的古音，甲台语上相像，嘛认为用台语来唱，才通甲内底的押韵、拼字拢唱出来。另外，讲到为虾米会开始踏入台语文的歌曲的创作，伊讲上主要是发觉家己对这个语言的能力直直咧流失。你连讲话拢讲袂连顿的时阵，你的词有虾米通好用？所以变做讲你要写的时阵，你的用词真少，所以你无法度甲你要讲的代志讲好交整。所以你甲华语比起来，你的台语词就欠缺真多真多。张庭依自细汉参阿嬷来讲台语，大汉了后才知影台语这地有真深的学问。即马伊继续创作，嘛对社区大学的老师咧学台语文，
伊讲做任何代志，只要有心，就会当成功。记者陈雅文、李玉凯、张玉水台北报道。连假的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9度到31度，中部地区对23度到32度，南部地区对24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3度到30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7度到28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同一时间再会。嗯。